来关心教育部和农委会推出这个学期，要让学生囡仔班班食石斑这项计划，要解决中国禁止咱台湾的石斑，即马石斑无销这个问题。验过这个学期过尾一半较低遐，传出是维护公共营，可能会跳票。有立委就建议讲，无敢要换白带鱼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是表示，准讲鱼翅这个问题会当解决，安尼学校嘛会当另外增加各种的海产。也若石斑这部分，政府会个拍拼调度。提农产品行伫舞台顶，这拢是透过符合企业社会责任 CSR 采购流程所做出来的产品。农委会24召开记者会，感谢这个企业透过 CSR 帮助农民有稳定的收入，也承诺继续推出平台，媒合有意愿的企业。有好几百家已经跟农委会表达愿意做相关的 CSR 的采购。我们的目标其实就是很简单，让产地的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准，让农民的收入比成本高。农产品变内销外销拄着的问题也着解决。进前中国禁止台湾的石斑鱼进口，落尾白带鱼等等也受到限制。政府宣布全国各小各中这学期通食400石斑鱼的政策来应用，但是现主时供应说出问题，也有部分学校食无到，有立委再起建议以白带鱼来替换。那可不可能去考虑啊？包括经济产值比较高，而且100%的外销哦。都是销往中国的白带鱼。我们这个如果要跟农委会讨论，石斑鱼额外提供给学校午餐来增加一道菜之外，未来的学校午餐本来就可以来增加水产品的供应。那只要把鱼市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。主委还会用白带鱼来替代吗？我已经特别强调，未来的学校午餐可以考虑各式各样的水产品。但吉中表示，目前石斑的部分正在拼调度，但是每一个县市进度无同，要爱看状况。管制班班食石斑政策要用内销解决外销的问题，目前却因为经费问题卡关，电脑咧考验这个政策敢会跳票。记者郭布根、张水台北报道。